由台湾世界新闻传播协会所主办的22县市有感市政调查，今年已经迈入第3届。调查内容除了县市长施政满意度，也包括治安、交通、经济发展等8项指标。今年搁再增加观光旅游甲艺术文化，总共有10大施政方向。对此，市长黄伟哲提下环保等5面金奖，以及首长满意度等4面金奖，其中市政满意度达到76.4%，城市幸福感超过8%。获奖当然很高兴，市民朋友的肯定啊。不过还是有许多需要再改进的地方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9个指标里面5个指标都是第1名，但是还是没有能够得到最高等级哈。整体而言，因为有一些指标是比较落后的，拖累了哈。那其中应该需要改进的，当然就是治安跟交通。那交通的部分、治安的部分，我们很努力在精进。在新的局长来了以后，方局长来，我们很努力在精进。好，那交通的部分，我们因为台南是古都，很多街道比较窄，好，很多地底下都有古迹，所以我们不见得能够马上这做好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努力的去把这个交通改善到更好。透过22县市有感市政的调查，这些县市首长嘛拢到场互相交流，还是彼此好的政策。市长黄伟哲强调，台湾是一港的生活圈，城市袂当只有家己好，一定要做伙进步，需可伫各种方向打造更适合徛起甲幸福城市，才是市民的福气。台湾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。